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代购的东西啊，这2天代购的包子比较多啊。这个是麦哈格包子，这个包子呢里面是有肉包，有净素玫瑰。那像这种呢就是黄皮的净素包，这个是绿皮的，就这个是黄瓜皮，这个是胡萝卜皮的。还有下面呢是白皮的净素的，那这个是白皮的净素。然后这里面还有玫瑰包啊，还有豆沙包啊。这个是豆沙的，还有2个点点的是玫瑰的，都比较多的啊。它的包子很好吃的。然后这里面还带了一份那个杜三珍的卤菜，这里面卤菜买了一点那个这个是咸炒鸡，然后油爆虾，这里面是1斤，还有一个素鸡啊，这个是素鸡。那么这边呢是八宝饭，这里面是八宝饭，刚做的八宝饭啊，因为好多人要回购，说这个八宝饭很好吃，所以我又让阿姨重新再做了一批。然后这个是万福金的青团子啊。那么今天我就带了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最主要还是包子比较多啊，这包子还是热的嘞，等会要凉一下给你们打包发货啊。